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7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45节。创世纪29章31节到30章24节。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4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听的。人对人总是有无同款程度的感情，有特别喜意的，嘛有无喜意的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听是无差别的，伊听伊的选民，嘛听遐也未认捌伊的人，因为这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雅各对伊的太太就有极大的差别，伊特别爱挺身迄个第一界见面的迄个礼节。对雅旧欺骗来第一个某利亚，伊就无啥听。虽然雅各用欺骗得到祝福，上帝嘛是听伊，并且赏赐伊有12个囝。创世纪29章31节到30章24节安尼记载，上帝看到利亚无受到疼惜，就互伊怀孕，毋过立刻未生。利亚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鲁便。伊讲上主看见我的苦情，等我的丈夫会疼我。伊阁怀孕生第2个囝，伊讲上主听见我无受疼惜，所以阁互我一个囝。伊就甲伊号名叫西面。伊阁怀孕生第3个囝，讲我甲丈夫生3个囝，伊会甲我结连，甲伊号名叫做利未。伊阁怀孕生第4个囝，讲这边我要称赞上主，就甲伊号名做犹大。利亚就无阁生。立刻看见家己无甲雅各生囝，就怨妒伊的大姐，对雅各讲：“你着囝互我，若无我要死。”雅各对立刻生气讲：“互你未生是上帝，我敢会当代替上帝吗？”立刻讲：“我的女婢比拉伫遮，你去甲伊同房，互伊替我生囝。我就通对你得到囝。”立刻将伊的女婢比拉互雅各做某，雅各就甲伊同房。比拉怀孕，甲雅各生一个囝。立刻讲：上帝替我主持公道，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有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但。立刻女婢比拉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2个囝。立刻讲：我甲我的大姐相争，我甲赢，我就甲伊号名做拿弗他利。利亚看见家己无阁生，就将伊的女婢希帕来互雅各做某。利亚的女婢希帕甲雅各生囝。利亚讲：好佳哉！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加得。利亚的女婢阁希帕阁甲雅各生第2个囝。利亚讲：我有福气，正女子拢会讲我是有福气的查某人。伊就甲因囡仔号名叫做阿瑟。收割小麦的是路边伫园里，得到翠青果，摕来互伊的老母利亚。立刻对利亚讲：请你将你的囝翠青果互我。利亚对伊讲：你抢我的丈夫，你嫌无够，阁要抢我的囝的翠青果是无？立刻讲：为了你的囝翠青果，今暝互雅各甲你做伙困。日暗雅各对园内转来，利亚就出去接伊，甲伊讲：你着甲我困，因为你是我用我的囝的翠青果换交换来。迄暝雅各就甲伊做伙困。上帝听利亚的祈祷，伊就怀孕，甲雅各生第5个囝。利亚讲：上帝保守我，我将我的女婢互我的丈夫，伊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撒加。利亚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6个囝。利亚讲：上帝赏赐我宝贝的礼物，我的丈夫要看重我，我甲伊生6个囝。利亚就甲伊号名叫做西布伦。后来利亚阁生一个查某囝，甲伊号名叫做蒂娜。上帝少年立刻听伊的祈祷，互伊会生，伊就怀孕生囝。讲上帝拄起我的见笑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瑟。讲
愿上帝搁加添我一个囝。严格来讲，上帝嘛有无介意的人啦吼，迄就是遐会违逆伊，无愿意接受上帝，无遵守上帝诫命遐个人。搁有遐个家己无要追求，搁阻止别人追求上帝国的人，亲像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、犹太人甲因的祭司。马太福音12章18、19、42节应验着上帝借着以赛亚的预言安尼讲：恁看恁所拣选的仆人，我所疼的，我所喜爱。我要赐我的神互伊，伊要对万民宣告我的公义。伊袂争辩，袂宣扬，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制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喷刷。直到伊互公义得胜，万民拢会将望交托伊。迄时有人带一个富贵负心、失明、搁袂讲话的人来找耶稣遐。耶稣甲伊医好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会讲话，会看见。群众拢真着惊，讲这个人敢是大庇的囝吼。法利赛派的人听着就讲，这个人是靠鬼王别西卜在赶鬼。耶稣知影因的心思，就甲因讲：国家家己混乱会荒废，城市也是家己混乱活袂掉。撒旦若赶撒旦，是家己纷争，伊的国哪会徛会掉？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主题是靠什么人赶鬼？安尼，恁家己的主题会甲恁判罪。不过我是靠上帝的神赶鬼，上帝的主权就是伫恁中间实现啦。人安怎才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夺伊的财物？敢毋是着先甲伊绑起来？无为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的收集的，就是在拍线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人一切的罪甲诽谤，拢会得到赦免。毋过亵渎圣神袂得到赦免，无论什么人讲话攻击人主，会得到赦免。毋过无论什么人讲话攻击圣神，伫现在甲将来，拢袂得到赦免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对所结的果子，通知树的好歹。恁遮会毒蛇，恁本来是歹的，哪会讲好话？因为人的心充满什么，嘴就讲什么。好人对所接触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接触的歹发出歹。我甲恁讲，人所讲的一切会用的话，伫审判的日，逐句拢要负责。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话判你无罪，嘛无要用你的话来定你的罪。迄时有几啊个经学教师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爱你行一个神迹互阮看。”耶稣因讲：“写恶奸淫的世代要求神迹，毋过先知约那神迹以外，袂阁有神迹互恁。亲像约那3日3暝伫大鱼的腹肚底，人子嘛会3暝3日伫地深的所在。”伫审判的日，尼尼微城这个世代做伙起来，甲这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着约那的传道了后就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那更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女王会伫遮这个世代做伙起来。甲这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极来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。恁看，有比所罗门更较伟大的伫遮。诗篇125篇第19、11节、45节，请咱家己来研读。感谢上帝赏赐阮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救主，求主帮助阮追求圣神的新生命。乐意来成做宣教的信徒，互人得到利益，来荣耀主的圣名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